提多第2章，总是你的教导着符合健全的教义，着劝老人爱节制，有好品格，守己，着有健全的信心、疼心、甲耐心。你嘛着安尼劝老妇人人行为谨慎，毋通讲人的是非，毋通造酒的奴才，着用好模范教示人，才通教示少年妇人人疼丈夫，甲疼囝儿，搁着守己、贞洁、熬理家、亲切、顺服丈夫。上帝的道理才袂受诽谤。亲像安尼，你嘛着苦劝少年查甫人守己。你家己凡事着做好行为的模范，教示人的时着诚恳稳重，言辞着端正，无通指责，互反对的人无通讲咱的歹话，煞家己感觉见笑。做奴隶的着顺服因的主人，事事互因欢喜，毋通应喙应舌，毋通偷摕，着事事重实良善，互咱的救主上帝的教示伫逐方面搁较有光彩。因为上帝已经显明伊的恩典，要拯救全人类。这个恩典训练咱弃杀无敬虔的生活，甲俗世的欲望，伫现今的时代，过守己、正直甲敬虔的生活。听候迄个充满福气的愿望，就是至尊的上帝以及咱的救主耶稣基督荣耀的显现。基督为着咱献家己，是要救赎咱脱离一切的罪恶，互咱诚做伊纯洁的子民，归属伊，热心做好事。这个事你着讲，着劝勉，充分运用职权责备人，毋通互人看轻。